我嚟擺個 pose 落啊！我 OK，轉我嘅 pose 啊，轉個 pose 啊！喂，有冇得睇翻㗎？有冇得睇翻㗎？今日係飛飛大環節咯，今日節奏好快，我哋已經節奏快到用晒啲人。因為呢個人，呢個係士官長，有士官長，士官長到啦。12點半出門口，得翻5個人。一定要喎，一色雞喎，7600萬嘅 player 喎。哇！冇嘅意思，溫停。嚟啊！仆街，咁簡單。玩完，咁簡單。走，好啊，阿公上場，阿公就上場。我屌！你捉你老母！拉屎一齊！哇！屌你老母！喺大阪見到人睇 V 喎！屌你拉條友，喂等先，好撚熟口面喎！哇！中指頭！我操！中指頭！我操！中指頭！我操！中間中指頭嘅我操！睇到中指頭開始表演。中指頭放埋人㗎。開呢個客，好你驚喎！我叫我㗎，黐撚線㗎，邊個買頭套俾佢㗎？佢自己買㗎。我又嚟佢哋一。我天！死人㗎佢個！我聽係好。喂，我冇瞓咗床嘅喎。呢啲係全部單面 C C 㗎。OK。為面喎準備，有咩感覺啊？意思？我有。我揀㗎。我有喎。意思嗰陣你啊？我哋好啊！冇嘢計咯。喂，再接你。覺得好蘇利文 ，congratulations！而家由戰地記者李家恒為你報道。方浩東準備出發，佢慢慢靠近。方浩東同阿反有一啖，兩隻方浩東龍，你入
食緊啊！呢個就係幫麥當勞獵食嘅過程啊！獵食嘅過程，我哋近距離為大家拍攝，見到隻鹿啊，係咁猙獰啊，想反咬隻幫麥當勞，但係唔成功啊！隻幫麥當勞鉗撚住啊，成頭血啊！幫麥當勞吹緊隻鹿啊！隻鹿俾人鉗制住，隻鹿俾人鉗制住，隻鹿冇得反抗，俾壓制着，俾兩隻幫麥當勞壓制。當科麥多龍獵食完之後，佢哋會攤喺度休息，乜嘢都唔做，直至下一個獵物呢度為止。科麥多龍起咗身啦，哦，原來係同同伴戲耍。科麥多龍互相打交喎，聽嚟佢就大打出手啦！科麥多龍搞邊隻我都，幫到咩？鱷魚有兩隻鱷魚咬緊隻科麥多龍。我以為俾波波多咬一啖啊！波波多龍見自己戰勝咧，就好驕傲，翻返去自己巢穴休息。屌你老母！我喺大阪見得到 burger， 哇 burger， 好笑嘅，但係初中學咧有啲好全國咁樣嚇，上年背機嘅就腰受嘅壓力咧，講係咁鳩嘅一啲嘢。你開到水未啊？你較熱水就會細㗎啦。咩啊？出面冇啊，冇開過水啊。屌你老！都會爛啊！你會真係咁啊？爛少少啦。你單止呢個爛嘅就爆㗎啦，唔好爆啦，唔好爆啦，唔玩啦，唔玩啦。手足只得兩個字，感覺點只有你會知，不必多講半個字，一輩子只有跟你可以。誰失蹤，誰失憶，城市太小不會。